個商品市場嘅方面咧，其實都相當之疲弱下啦。咁個油價咧雖然係一個即係咁講緊歷史以嚟最強嘅颶風之下咧，依然係要跌嘅。琴晚咁跌到落去咧85蚊都曾經跌穿過啦咁其實咧就基本上個市場咧而家咧係睇緊嗰個經濟情況咧多過呢一個颶風咁，但係始終咧呢個颶風其實都會影響好多嘅運輸啦，大家都睇到新聞㗎啦已經，咁所以咧相信喺低位咧85蚊呢個位置咧都會一定程度嘅支持嘅，因為始終咧其實喺高位咧即係出現 QE3宣布之後咧由101蚊咧跌到落去而家呢個位置咁，所以咧有翻個適度嘅反彈咧其實都正常，咁建議翻大家咧可以稍作做翻一個即係比較長線少少嘅長倉啦。係啦，咁至於咧貴金屬嗰方面啦，咁其實都跌得相當之犀利啦。咁金價咧基本上而家咧就係仲有10蚊到嘅位置咧，睇下會唔會可以穿到更加低嘅位置。咁之前已經講過㗎啦，其實咧比較真實啲嘅一個支持位咧係1680蚊，咁所以咧其實咧大概仲有30零蚊咧都已經到達一個位置，所以咧想買貨嘅投資者咧暫時真係可以等埋嗰個位置先啦。咁至於咧白金嗰方面都跌得好厲害啦，咁而家已經落到去1550蚊，咁大家可以部署翻啦，喺1500蚊附近咧做翻一個比較中線少少嘅揸貨嘅，因為咧始終個白金咧亦都係啦，喺1740蚊嘅位置跌到落嚟咧，其實個幅度咧都超過10%㗎啦咁所以咧係時候咧可以做翻個反彈㗎啦。咁另外啦，谷物類方面都跌得相當之犀利啦，係啦，個玉米咧同埋個大豆咧，其實喺高位咧都係冇乜即係低位都係冇乜承接嘅，咁個大豆咧其中咧落到去咧1528美仙㗎啦，咁都相當之快啦，之前講過㗎啦，1500美仙係一個分水嶺嚟嘅，咁大家留意住個價位啦。咁我相信咧上個禮拜如果即係曾經咧係破位去追沽嘅朋友咧，我已經講過啦，相當之危險㗎啦結果啦反彈翻上去1580美仙嘅，咁而家再跌翻落嚟，咁所以咧大家咧要睇住1500美仙嘅位置咧，可唔可以突破到啦？今次就唔係講緊咧短時間嘅突破，係講緊咧起碼持續2日要跌穿呢個位置先至叫突破到嘅。咁玉米嗰方面咧，見到個支持位咧喺730美仙嗰個位置，咁大家咧可以部署翻啦。咁但係長線嚟講咧，玉米咧有機會跌翻落去690美仙，亦都係下降軌個底部嚟嘅大家留意住啦。入市嘅話咧，都要係做翻個分段吸納嘅啫。好啦，咁至於外匯嗰方面咧，今個禮拜唔需要再多講，一定係個焦點咧喺翻禮拜5嘅美國非農嘅新增職位啦，同埋就係一個失業率嘅。咁暫時失業率咧係比上個月咧做差嘅，做7.9%。不過咧個人嚟講咧，擔心咧有機會重上8%樓上。咁到時咧嗰個風險個情緒、風險個胃納咧會減低啦，資金會再次湧向美金。換言之咧，其他外幣今個禮拜咧都係會有個下跌嘅情況嘅咁尤其是咧技術上啦，歐羅咧而家做一個雙頂嘅狀態啦。上個禮拜最高啦1.3150嘅喺嗰個位置有個雙頂而家咧都係1.29呢個位置拉鋸緊，相信咧要再落到去1.2835啦跌穿個位置咧個跌勢會加劇嘅。咁至於英鎊嗰方面咧，上星期咧因為一個做翻好少少嘅 GDP 啦，仲2%曾經上到去接近1.62嘅位置，未能夠突破嘅。琴日咧曾經跌穿過1.6，不過咧收市都喺嗰度樓上。大家咧要留意翻啦，如果個跌勢嘅話，個加劇情況咧會跌穿1.6嘅，相信咧會挑戰翻咧1.583呢個位置嘅。咁至於澳洲紙方面咧，既然其他外幣都係轉弱嘅話，澳洲紙亦都係不能幸免啦。基本上咧，大家可以長線，如果係之前冇沽到貨嘅話啦，之前一個幾靚嘅機會。如果冇做到嘅話咧，反而澳洲紙咧睇翻啦，去到1.0220嘅水平咧，睇下有冇機會吸納啦。始終咧澳洲紙咧過去幾次喺呢個位置都有相當大嘅承托嘅。咁至於個 yen 紙啦，之前我講過啦，就話叫大家俾啲耐性啦。耐性咧終於有回報啦。而家咧琴日最低啦落過去80.5呢個位置，而家咧上翻啲去翻79.8啦。
咁大家睇翻一樣嘢就話咧個風險情緒咧的而且確係已經上升翻。咁你見到個 yen 指嗰個上升翻就已經可以證明到呢一樣嘢啦。咁所以咧之前冇沽貨嘅朋友咧，大家留意翻啦，去翻78.8呢個位置咧，先至好做翻個沽貨。咁短時間之後咧都係下望翻81.8呢個位置嘅。咁今個禮拜時間係咁多，多謝晒大家。